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、嘉义兰立委候选人陈俊宇溪南联合竞选总部，互人检举讲无提出这个临时建物的使用执照，也就是讲是违建。县政府已经派人去会勘，针对这点呢，陈俊宇总部认为讲，会使刷顶档的天道布棚无适用建筑法，验过尊重县政府的认定，会补办申请。共款的质疑对手国民党这个对手呢，黄金庭讲，溪北的竞选总部嘛是大布棚。 敢嘛有违规的顾虑，这个黄正庭讲啊，陈俊宇应该呢向全民回信咧，唔通干想要转移焦点。支持者加热情活动山口号，现场的气氛真热闹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宜兰立委候选人陈俊宇，去年11月11日成立溪南联合竞选总部，举办大型的造势。验到即摆所红压出，这可能是违建。 使用6顶布棚打造室内的空间，陈俊宇捌过来便伫遮举行记者会。头前的大空地占地大概690平，这地点都伫罗东火车站的后壁情怀地段。验过敢若无向县府申请临时建物的使用执照。民进党根本就目无法纪，违建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很平常一般的事情。陈俊宇候选人，你应该要对你西南竞选总部违建的事情，向所有宜兰县的县民道歉。随时可移动之帐篷，那不是用于建筑法规的建筑物之规定。那如果宜兰县政府认定说帐篷需要申请所谓的临时建筑执照，那我们会马上依相关法规来做办理申请。真前，赖清德伫台南的竞选总部才红压出违规使用建本处，这边依然也红压了，另也表示会尊重县府的认定，补办申请。县府嘛已经派人来会勘。我们大概是星期2的时候有收到民众的一个陈情，好，那我们也会尽速的发文给公所来去做认定的一个动作。验个对手黄金庭也红质疑溪北竞选总部同款嘛是大布棚，佮敢若是用固定式来打压回布棚。县府表示，同款的照规定处理，不要想着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，试图转移焦点。选战剩无几天，双方搁再为着违建的争议来起冤家，嘛影响着选民投票的决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